環明報530新聞直播。由於牛肉價格高漲，加上加拿大本地雞供應緊張，肉店需要依賴進口肉品維持供應。有專家就預計未來幾個月雞肉價格將會大幅上漲。達爾豪斯大學農業食品實驗室負責人莎納布雅表示，好多消費者正在尋找唔同嘅蛋白質來源，但係加拿大本地雞肉嚴重短缺，因此要依靠進口嚟提供更多雞肉。進口主要嚟自美國同智利，其中以美國為主，但係仍然不足以滿足市場需求。莎納布雅話，由於有供應管理制度，進口雞肉需要繳交高額關稅，而且政府必須批准額外嘅進口配額。不過長期以嚟，保護國內市場嘅呼聲極大，導致好多政客都唔願意對此做任何事情。莎納布雅指出，雞肉批發價已經按年倍增，未來幾個月預計仲會大幅上升。佢預計漲幅可能超過5%，而雞肉零售價或將上升約20%至25%。一間喺斯高沙省達特茅斯嘅肉店就表示，隨住牛肉價格高企，越嚟越多人決定選擇購買雞肉。該店嘅社交媒體經理麥凱就話，雞肉係佢哋最受歡迎嘅商品之一。不過隨住消費者轉向雞肉，麥凱話注意到供應有啲下降，而佢哋所有嘅貨都係從本地採購。佢表示而家嘅目標係盡力保持價格盡可能低廉。佢話佢哋一直以嚟都係隨住市場變化按月解決問題，會喺其他預算項目中調動資金，幫助顧客以合理價格購買供養家庭所需嘅基本食材。不過呢項任務正變得越嚟越艱難。美國政府停擺進入第36天，成為史上最長停擺。政府警告最快下週可能關閉部分領空，影響航空交通。而加國系統同埋飛行路線同美國緊密連接，勢將打亂加國航空交通，影響加拿大人出行計劃。美國共和黨同埋民主黨之間嘅撥款爭拗僵局，星期三進入第36天，目前尚未清楚停擺將持續幾耐，而聯邦僱員將冇糧出，一直人手短缺嘅航空交通控制員將會更吃緊，尤其係美國機場即將迎嚟繁忙嘅假期季節。社交媒體上分享嘅照片顯示，機場安檢排晒長龍，航班延誤同埋取消嘅亦都越嚟越多。雖然家人去美國大減，但係對加國航空交通亦都有影響。麥基爾大學航空管理講師格雷德克表示，北美航空系統係一個一體化嘅系統。飛往加拿大嘅航班如果喺美國機場延誤，可能會導致整個加拿大航空系統出現額外嘅延誤。而加國飛往南美洲嘅航班，飛機如果係飛越美國領空，亦都會受影響。由於航空交通控制員短缺，美國各地航班延誤同埋取消嘅情況增多，引發好多安全隱患，迫使聯邦航空管理局減緩或者暫時停止航班。美國交通部長達菲昨日警告，如果下週二航空交通控制員再冇糧出，屆時可能會出現大混亂，大量航班延誤同埋取消，甚至可能會關閉部分領空，因為冇足夠嘅航空交通控制員，根本無法管理。最近有冇發覺響嘈雜環境較難聽到人哋講嘢，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甚至有耳鳴嘅情況？如果有，快啲揾永明聽力嘅專家鄺永明小姐啦！佢有多年助聽器驗配同舒緩耳鳴經驗，創新隱形 AI 智能助聽器，有超強減雜音功能，響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人哋講嘢。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啦！BC 財政廳長貝雅麗回應琴日公布嘅聯邦財政預算，佢認為預算喺多方面同省府優先事項一致，但係佢同時呼籲聯邦政府履行承諾，為卑斯林木業同北岸輸電系統計劃提供實際支持。貝雅麗指出，卑斯期望聯邦政府協助軟木業工人。美國從9月起對加國林木產品公司徵收由26%至47%嘅反傾銷同反補貼稅，到咗上個月再加徵1成關稅。
卑斯省省長尹大衛同國際貿易部長勒布朗周日喺溫哥華舉行林木業峰會。貝亞麗話，雙方喺會上嘅討論非常良好，但係卑斯期望聯邦政府對林木業嘅支援能夠好似對安省汽車業嘅支援一樣咁重視。尹大衛周一喺會後亦都指出，林木業係卑斯省最大僱主之一，亦都係省內生產總值最大貢獻行業之一。縱觀全國，林木業比汽車製造業仲大，比起鋁及鋼產業合共都仲要大。林木業對全國都造成影響，因此值得認真同受尊重咁對待。貝亞麗同時對聯邦預算案持續投資關鍵礦產項目表示歡迎，但係強調省府仍在尋求聯邦對北岸輸電系統計劃嘅資助。佢指出，該項目預計耗資約60億元。對卑斯北岸液化天然氣及礦業項目實現電氣化至關重要。省府喺上月提出2025年能源法規修訂案，指法案可以使北岸輸電系統計劃加速進行，並指該計劃可以創造1萬個職位，對本省有關鍵性重要意義。該法案喺上週三已經獲二讀通過，進入委員會審議嘅程序。當你覺得聽力越嚟越差，同人溝通有困難嘅時候，有冇諗過一對配得好嘅助聽器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嘅樂趣？嚟 Lansdowne Centre 嘅卓能聽力中心揾經驗豐富嘅李志廉博士傾下，佢唔單止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更可以為你配翻一對合適嘅助聽器。而家嘅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仲有機會攞埋一個高清電視盒，優惠期有限，快啲打個電話俾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啦！聯邦政府新財政預算案詳情陸續出爐，節省開支計劃包括裁減多達4萬個公務員職位，其中包括提供肥雞餐，鼓勵公務員提早退休。如果自然流失湊唔夠數，裁員將會無可避免。聯邦政府計劃喺未來3年內削減10% 公務員，裁減多達4萬個職位。此舉將營運成本嘅增長從8% 壓低至1% 以下，並透過擴大人工智能等措施提高效率。政府希望透過提前退休嘅肥雞餐，鼓勵部分公務員離職，推出一次性自願退休計劃，允許員工提前最多5年退休，而且唔會因此損失退休金。預算案提議為50歲或者55歲及以上嘅公務員提供提前退休選擇。乜嘢年齡合資格取決於其入職日期，適用於至少工作滿10年，而且至少有2年退休工作年資。如果預算案獲得通過，肥雞餐計劃從明年1月15號開始，為期1年。政府並預留撥款1500萬元行政費推行計劃。樞密院秘書長薩比亞喺預算案提交後，向聯邦僱員發出一封電郵表示，政府計劃5年內削資600億元，將會導致一啲項目削減，另一啲項目將被取消，亦都必然會導致公共服務部門規模縮小。申請 iTalk BB Prime App 就可以擁有加拿大同香港2個號碼，全球都可以接聽加拿大同香港嘅來電、短信同驗證碼，免費轉台或者拎個全新號碼，月費只係需要4個半起，仲送10G旅遊數據卡添，立即申請啦！大溫地產經紀協會報告話，大溫上個月嘅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14%，銷情趨向放緩，而且庫存增加，市場環境繼續有利買家入市。報告顯示，今年10月大溫透過中央放盤系統嘅住宅總成交量係2255間，比起去年同期嘅2632間減少咗14.3%。亦都較過去10年同期嘅平均成交量2638間低咗14.5%。大溫地產經紀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兼數據分析副總裁利斯話，10月通常係全年成交活動入面最後一個季節性回升嘅月份，但係今年嘅成交仍然低於舊年同期同埋10年嘅平均水平。就算央行喺10月已經作出咗今年第4次嘅減息，仍然不足以刺激更多買家重返市場。報告又話，大溫上個月所有住宅類別嘅平均樓價係113.25萬，
按年下跌3.4%。獨立屋喺上個月嘅成交量係693間，比起舊年同期嘅724間減少咗4.3%，平均價係191.64萬，按年下跌4.3%。至於柏文嘅成交量就係1071間，比起舊年同期嘅1393間下跌咗23.1%，平均價格係71.89萬，按年下跌5.1%。城市屋上個月成交量係477間，比起舊年同期嘅501間減少咗4.8%，平均價格係106.67萬，按年下跌3.8%。Athlon 5關鍵金幫助解除類風濕、便秘、前列腺炎、退化性關節炎、甲狀腺炎。Power 16活力16解決睡眠問題，提高骨質密度、荷爾蒙、性功能，可免費速遞到中國、加拿大、美國急需患者。溫哥華豐泰超市代售，購買及查詢請電289-228-2888。大家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同埋分享條片嚟支持溫哥華明報530嘅新聞報導。至於更多全國、東岸同埋香港新聞，可以點擊右上角嘅資訊卡收睇多倫多明報530。今日嘅新聞喺呢一度結束，多謝收睇，再會。